和风台来人伫咧外口都有一定的风险，更加莫讲是外送员伫咧做风台时，骑乌多摆伫咧外口做事咯。也为着要保障外送员的安全，向北市有规定讲，只要市府宣布停止上班，外送平台就袂使搁接单，也地方安尼做。中央嘛有计划哦。劳动部按算甲外送平台业者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，就去规范。准讲哦，违反规定，就会处罚业者，就是要确保这个外送员伫咧外口接单的安全。有信息一来，随查看手机，看敢是有适合接的单，像散达地点的距离、远近等因素，拢是考量重点。担任外送员6年的阿平，尤其把握风台来袭进前的外送时段，因为依据规定，若风台宣布停止上班，就袂当接单外送。没有送的话，就我说的那个奖金的压力啊，他是差那个奖金啊，那个奖金差很多。靠外送的，他们帮我们保的内容，其实保障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都自己有在另外额外可能保第三责任险。但若是风台来甲真凶，为着保障外送员的工作安全，像湘北拢设有外送平台业者管理处置条例，一旦宣布停止上班，平台就应该停止外送落单服务，若无照做上当，会当罚10万的罚金。以大家安全来讲，一定也是一种保障嘛，因为毕竟台风的状况本来就是有风险在，随时要跑，但是随时都有机会。外送员工作存在高风险，除了风台天关掉落单平台之外，北市府统计，去年北市的外送员涉事车祸的都有1200件，至少9名外送员死亡。劳动部就安尼计划修法，将外送平台业者达至职安法规范。因为之前都是用准用的，未来正式改成适用的话，那我觉得会比较明确又比较好。平台业者有一些责任，其实是有其必要。会有一些特殊天气状况的时候，怎么样去预防他们的一些安全设施设备，这还是可以去关注。劳团认为，即卖的职安法只会当开发雇佣关系的雇主，真歹开发承担关系的外送平台。未来修法了后，若平台无符合合理派单等要求，造成外送员发生重大责灾，相当会当出150万的罚金，甚至有刑事责任。对强化对外送员的保护有帮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